影到前嘅咁多位，你又知唔知道？位於整個啟德區核心中核心嘅位置，由宇宙最強新鴻基打造嘅天煞天，終於入伙啦！咁就話說咧，第一期入得伙，第二期推售應該都現有推售啩，我估咋？咁第二期推出之前咧，同大家先睹為快，睇下第一期嘅收量質素發生咩事先。咁我哋上去睇之前咧，同大家錄翻少少回憶先。咁就話說咧，天煞天配合埋呢個啟德優點咧，真係多到數都數唔晒啊！咁之前成日講嘅啟德體育園啊，成日開演唱會盛事，中九龍幹線5分鐘去到西九龍，又或者全香港數一數二34校網最強九龍城校網呢啲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。咁佢嘅獨特之處，除咗可以無懼風吹雨打，可以去到呢個地鐵站嘅優勢之外咧，喺項目嘅基座咧就已經設有咗佔地24萬。由新鴻基打理，從來都係出類拔萃嘅自家商場添喎。而且最關鍵嘅咧就係喺我哋嘅自家商場嘅位置，仲可以連結埋我哋旁邊佔地180萬尺嘅 Airside 同埋 Sogo 商業圈。而且咧，我哋嘅項目亦都擁有全區最大型10萬尺嘅會所，當中咧分開咗兩大嘅區域，分別咧就係位於喺3樓平台嘅天中庭會所啦，同埋位於30、31樓嘅天中天會所。而最令人矚目嘅咧就係必定係位於喺我哋天中天會所當中，可以望到無盡啟德曼克頓景，再加海景嘅星空泳池，同埋空中健身室同埋宴會廳等等啦。廢話唔多講，即刻帶你睇睇宇宙最強嘅新鴻基交樓質素發生咩事先。今日同大家開箱嘅咧就位於第6座467尺嘅兩房單位啊！咁原先嘅業主咧揀咗呢個家私套餐啦，所以而家我哋見到一隻咁有格調、咁超嘅家私咧，都係跟埋俾你噶啦。不過呢個都並非重點，我哋由入門口開始睇下嗰啲收樓標準先。入門口位置咧，發展商幫你做咗呢個拍卡指紋再跟密碼嘅3星門鎖噶啦，而且咧你會見到我哋入牆式呢邊嘅位置咧少少凹位咧，幫你做晒立櫃噶啦。所以咧基本上你要買嘅家私咧其實都唔太多嘅。我哋逐樣睇下先。入門口位置咧，呢邊有一個對巨型嘅大鞋櫃啦，呢度剛剛數過10零20對鞋應該冇問題，所以作為一間兩房嚟講咧唔錯嘅。而且咧呢隻門咧仲做咗個全新鏡俾你喎。咁我哋每日整理完儀容之後咧，你先至出門口啊嘛。所有空間咧都完全冇放過，全部做晒啲大櫃俾你啊。呢邊又有大型嘅儲物空間啦，而且你會 feel 到咧嗰啲木咧全部都大嘅板嚟㗎，咁所以就實用一定係會好用好多嘅。亦都有啲細心位，翻到屋企唔好玩電話啦，有個叉電位俾你咧做翻個叉電嘅。呢度亦都有好多儲物嘅空間，啲櫃多到咧成得別墅咁啊，相當地誇張。我哋嘅廚房咧做咗開放式嘅，不過咧做得非常地大，同一間3房完全冇分別。不過最大唔好嘅地方，佢冇做到內嵌式啊，所以對於我哋呢邊飯廳咧影響都會有少少嘅。不過咧細心嘅新鴻基知道可能而家好多係無飯主婦啦，咁所以而家呢度咧幫你做咗張開合台嘅，有需要食飯先抬出嚟，冇需要食飯咧就可以抬翻入去，咁個靈活度就會大增啦。而我哋入邊所有嘅電器品牌都係頂級嘅 ，Miele 嘅大型雪櫃啦，唔係平時我哋市區矮得嗰啲啊。而且我哋做咗啲半透明嘅 display 櫃咧，咁當然咁多位太太或者女神擠嘢就要靚少少啦，如果唔係就會一覽無遺噶啦。OK，Miele 嘅抽油煙機啦、雙爐頭啦、微波爐啦，而且呢邊呢個位置咧再幫你做埋呢個西門子嘅洗衣機喎，平時洗完衫直接露台晾衫咁就 OK 啦。儲物量空間咧都尚算係非常地誇張嘅。而去到我哋前排呢邊呢個位置咧，啱啱所講過啦，我哋呢個位置大概2米半度啦，所以擠完張3人嘅小貴妃椅之後咧，呢邊做翻個75寸電視都係冇問題。